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姚展章，今日嚟到君怡峰同大家睇7座高層 B 室。嗱，呢單位係原裝間隔，佢嘅主人房係相當大、相當實用嘅。單位向西南望出去景觀開揚，最遠可以望到太平山。而呢單位咧係冇一個方向望到公主道，所以好清靜㗎。大家睇完片想睇樓，俾電話我九龍豪宅姚展章，電話90259690266666。好啦，唔阻你時間啦，請繼續細心欣賞落去啦。君怡峰2004年樓，有5大發展商，包括新世界、信和同會德豐。呢度有8座住宅樓層，25層，共700伙。今日要介紹嘅係7座高層 B 室，單位實用面積931尺，間隔係套3房，有工人套房。單位門口向東北，入門口冇玄關位就係長方形嘅直廳啦。廳闊10尺半，深20尺9寸，面積超過210尺。廳向西南，外邊有個大露台，露台望出去景觀非常開揚。露台望到太平山 IFC 九龍站，下邊係京士柏山同帝庭園。入返嚟睇多次客飯廳先。客飯廳中間有條走廊，走廊連接3間睡房。我哋先睇主人房。主人房比想象中大，呢度俾主人家暫時放玩具雜物。呢度接近150尺。房間向西南，呢度景觀同客廳一樣。主人套廁係發展商裝修，呢度光潔明亮，有浴缸，不過就冇窗啦。主人房旁邊係大睡房，呢間房方方正正，面積約80尺。近廳呢間房係細睡房，3間房都係向西南，廳房同向景觀一致。呢間房面積最細係70尺。廳嘅另一邊係廚房，廚房裏邊方正闊落，裏邊嘅櫥櫃同電器大部分都係發展商原裝家樓標準嚟嘅。而廚房裏邊仲有工人套房添。